北风甲日头。1964年，桃园县志，人民志语言篇，绘画及故事。闽南语的故事，北风和太阳。采自罗长培先生的厦门音系。第一行用国际音标，第二行用注音符号，第三行注相当的汉字。每段终了，注国语译文。北风甲日头。有一摆，北风甲日头两个人在相争，看是啥人的本顶较大。北风讲：我的本顶真大，天骹的物件无一项无惊我。船若拄着我，就会扁；厝若拄着我，就会倒。啥物鸟啊、狗啊、花鹿、草鹿，因若拄着我，惊甲袂讲啦。你若互我起性地啊，我的性地才是大啦。我会吹甲满天拢是乌云，甲你的面砍甲目睭睭，变甲你看无半项。天骹的本底是我做主人，你知影无？日头讲：哈哈，你真正三八，逐个都叫我日头公。天骹的本底是我做主人，安怎是你做主人呢？你想用云就会看我的面啊，这才是毋知歹，安怎有路用呢？我讲北个啊，你这个好，你干那会讲大声话尔尔，你哪有啥物真本顶？北风讲：你呢？你的本顶伫倒位啊？你嘛讲互我听啦。日头讲：我是无爱讲大声话啦。北风讲：正经的，你无爱讲大声话。日头讲：正经的，阮永远毋捌讲大声话。日头刷落去要讲伊的本顶，当底讲，北风又搁来甲议论。因两个你讲一句，我应一句，拼来拼去，拄拼甲气甲半烧死的时阵，看到一个行路的人，身躯穿一领棉袖仔，头壳戴一顶毛帽仔，一步一步豆豆仔行过来。日头讲：有咯，咱就安尼生。你无看到迄个行路的人吗？看是谁会先互迄个人甲帽仔甲袖仔烫起来，就是大本顶。你想安怎？北风讲：哈哈，这敢无遐快？毋免讲，一定是我赢的。日头讲：安尼谁来先起头？若让你大声，又搁互你偏去；若互我大声，较停你思路，你又搁爱体面。北风讲：嗨，你哪会遐戆？这毋较快啥物货？若互咱两个平平起头就好啦，对毋？日头讲：好，安尼好。北风讲：准备要好啦，我听候你，毋通较停思啦，讲我无听候你。好啊，要袂？日头讲：小等咧，等我较烧热一下啦。北风讲：较紧咧，较紧咧，还阁听候啥货？好啊袂？日头讲：我好啊，你也好啊袂？北风讲：我好诚久啊，呾要起头咯，起咯。因两个都一个拍，一个吹。北风靠伊的吹的本顶啊，吹甲日头互乌云看着，搁一个吹，甲迄个人的帽仔吹甲抵袂牢，落对涂骹去。迄个人拄仔缀入伊的帽仔，北风搁一个吹，甲伊的袖仔的紐仔吹甲嘛扭袂牢咯。北风看了，真欢喜啦，伊就讲：啊好啦，毋免讲，我赢咯，我早就掠准我会赢的。日头听了爱笑，伊心内想讲：你当时赢，你甲我用魂砍起来，就算赢咯，是毋？天托讲：无影无只。日头就大声讲：啊你讲啥物话？你讲你赢咯，啊你赢咯，啊你赢咯，我也无看着啦，无看着无准算。拄仔在讲的时阵，
迄个人已经甲帽仔搁剃掉咧。北风看了，感觉真无彩，赶紧大力拼命搁吹。谁知吹甲愈厉害，迄个人甲叶仔合甲愈严，甲帽仔剃甲愈条。落尾天顶的乌云也吹了散去啊，日头也出来了。迄个人要是安尼生，日头看了就讲，即个人的叶仔甲帽仔无烫起来。你看伊的帽仔咯，叶仔咯，要是穿甲好好啦，要安怎算你赢呢？我甲你讲，吹是无路用的，要是着拍，伊讲了就出大力拍。迄个行路的心内想讲，拄则风在吹，寒甲要死，即马日头在拍，热甲要死，即落天气真正气死人。按算我昨昏行50里，今仔日到搭行30里，50到30是80，还着搁行20里。遮尼热，无烫衫来行是袂用的。毋过脚停若搁寒起来，要安怎？加在我内底还穿几若领伫咧，袂一下仔都寒着。烫起来无要紧。日头看了真欢喜，伊讲好，你看，还是我的本顶，打是你赢也是我赢。北风拄仔起甲要起痟，想要使性地嘛无步啊。无张弛看到迄个人对地仔内底举出一支开线出来抓日头。北风古不将就讲，日头，你甲我较细致咧，后摆我还有拍赢你的赌合啦。即摆本地应该是我赢的，若毋是我伤靠势，则袂输你啦。若是换别款的，搁来比一摆，我一定会赢的。要讲